嗱，今日咧我哋請到咧我哋個老友記 Benny Chan 同大家分享一下，因為最近咧市面上咧出咗好多一啲紅光治療嘅產品，咁究竟好多人都有啲迷思，究竟呢個紅光產品佢個醫療效果或者理療效果同我哋傳統嘅遠紅外線嘅分別喺邊度呢？咁我哋咧就揾到阿 Benny 精準醫學諮詢師，用佢嘅專業身份去同我哋大家理解一下，究竟呢兩樣產品喺個理療效果方面有咩分別呢？好啊，多謝坐下啦。今日我花少時間同大家講一講遠紅外線同埋紅光呢兩個經常提嘅概念係乜嘢嚇？嗱，遠紅外線咧，其實喺醫學上咧，大概幾時出現咧？就係喺70年代，即係離開而家已經有50幾年啦。咁啊，最早係咩咧？係日本人開始發現咗，因為日本有好多係物理治療嘅用品同埋儀器嘅。咁日本人就發覺，喺身體嘅循環同痛症、炎症係好有關係嘅，所以佢發現咗咧，點樣可以令到用一個物理，因為日本人個習性咧就盡量唔好食藥，盡量用一個自然嘅治療，可以令到嗰個痛症、炎症可以舒緩或者係康復。咁佢哋發覺咧，喺物理治療裏邊咧，原來有一個令到身體嗰個微循環自動產生一個共振，而達到個微循環增加、血液循環增加，咁就可以對細胞修復啊、對輸送養分啊，或者係炎症產生嘅一啲毒素嗰個清除係有好好嘅效果。咁就一路就開始深入研究遠紅外線同埋應用對遠紅外線啦。嗱，咁我講緊遠紅外線咧同紅光嘅分別，首先個時間上啦，紅光咧大家聽得比較多咧，就喺近年啦 LED 燈泡出咗嚟之後，就會聽到有好多紅光嘅產品。咁紅光產品具體有咩作用咧？大家經過研究就發覺係有一啲治療作用嘅。咁首先，但係個應用時間上，剛剛講出嚟嘅差別就係一個有50年歷史嘅應用喺醫學同埋喺醫院嘅物理治療都一路應用緊遠紅外線嘅。咁而紅光咧可以係一個新嘅概念，而喺一啲商業產品上使用比較多。暫時咧喺醫院真正嘅醫學裏邊應用紅光咧就非常之少嘅。